12月1號咧係世界愛滋病日。自從1984年以嚟咧，本港已經有4700幾人咧受到感染。雖然經過多年嘅教育，不過咧調查發現咧好多中學生對愛滋病咧仍然有唔少嘅誤解㗎。有30%受訪嘅學生咧以為咧愛滋病咧係可以透過蚊叮咧嚟到去傳染。有關愛滋病嘅預防教育咧，實在需要咧再加把勁㗎。但令人憂慮嘅喺近年所謂政治正確嘅咁樣嘅大環境底下咧，社會人士對愛滋病咧出現咗一啲有違科學同埋常理嘅一啲嘅偏差，間接咧可能令到問題惡化㗎。通常面對某種傳播性好強、可能致命嘅疾病咧，大家都會關注咧呢種病嘅成因啦，包括邊啲環境同埋生活方式咧係致病嘅源頭啦，邊一啲人咧係高危嘅一族，然後先至能夠對症下藥。愛滋病早期咧多數喺同性性接觸嘅群體裏邊出現。後嚟咧，透過異性性接觸受感染嘅人咧就多咗，於是有團體咧就不斷咧去強調咧，愛滋病咧係透過不安全性行為引起，同同性性接觸同埋肛交啊呢啲係冇特別關係㗎，完全漠視咗咧同性戀者一般咧只係佔整體人口咧2%到4%，但愛滋病嘅感染率咧就十分之高咧呢一個客觀嘅事實。今年第3季咧本港81宗新嘅感染個案裏邊咧，有22個人咧係透過異性性接觸。但係就有30個人咧係透過同性或者雙性嘅性接觸咧受到感染㗎。近年男同性性接觸咧嘅感染率咧急升，政府反映過一段時間咧淡化愛滋病同同性性行為關係嘅宣傳教育咧係出咗問題㗎。有關於愛滋病嘅團體係認為咧，如果強調男同性戀者感染愛滋病嘅比率較高咧，會令到一啲咧懷疑受感染嘅人咧，因為怕咗俾人標籤咧而唔願意去求診。其實呢個主要視乎咧。我哋係咪能夠有效保障病人嘅私隱，同埋點樣去教育公眾咧正確對待咧不幸患病嘅人士？一個人無論基於咩原因咧感染上愛滋病咧，都應該得到合適嘅治療啦，同埋關心㗎，唔應該被歧視。但並唔代表咧政府同埋關注嘅團體咧唔呼籲高危嘅族群咧要小心自己一啲嘅行為。喺決定香港應唔應該申辦亞運之前咧，我哋應該先考慮一個更加基本嘅問題，體育運動嘅意義係咩咧？雖然冇人反對咧，做運動可以強身健體，但係單係靠觀賞，能唔能夠刺激同埋鼓勵更多嘅市民去做運動呢？事實上，李麗珊得獎咧，唔能夠令更多人決定咧星期日揚帆出海，更加莫講話咧每日去苦練啦。香港協辦奧運馬術最大得益者咧，只係吞併咗香港體育學院部分場地嘅馬會。大部分市民咧，轉眼之間咧，連最基本嘅舞步名稱咧都忘記得一乾二淨。至於主辦東亞運之後，會令幾多父母決定俾啲仔女選擇做職業運動員，大家心裏有數。要全民參與體育活動，最重要嘅咧係由屋企同埋學校咧嚟嘅設施嚟到去着手。學校嘅體育課咧，除咗唔能夠再可有可無之外咧，更加需要咧就係校方咧唔好怕啲學生咧喺中午或者放學之後咧玩到身水身汗，應該俾更多嘅學生咧，每日着運動服，而唔係一定要着恤衫西褲或者旗袍長裙返學，以及咧喺學校裏邊咧提供更多沖身啊同埋更衣嘅設施。嗱，至於喺社區方面咧，要鼓勵大家做運動咧，最重要嘅咧唔係做更多國際水準嘅大型運動館，而係咧即係將更多嘅市區土地咧嚟劃做咧球場或者體育館。如果唔係我屋企附近有足球場啊，我又點可以喺週末嘅時候咧抽1個半個鐘咧同我仔去踢波咧？坐喺屋企食薯片睇足球比賽咧，只會令人咧越嚟越唔健康。